外面还有4桌哎，园子里的。哎，我们的这个重要启动物资呢？那20平5粮液呢，就不能像我们以前是1人1个房间了，后面就得有2人1个房间。现在我们照顾一下女士。来，我们现在要商量一下怎么分。你是企鹅岛主对不对？哇，谢谢。雨天，希望你可以成为这21天的快乐小狗，开开心心的。谢谢。中餐厅第8季中的红色小怪兽是哪一只夫妇呢？